查爾斯·哈尼爾係美國著名嘅作家，亦都係商界嘅知名人士。佢曾經講過，你也許可以自由選擇你的想法，但你的想法會產生什麼結果，是由一個不變的法則掌控的。而佢所講嘅法則，正正就係吸引力法則。當一個人能完全了解思想創造力量嘅時候，就可以產生他人眼中睇嚟非常神奇嘅效果。要達到呢一個效果，會需要適切嘅應用、努力以及專注。學習吸引力法則嘅人會發現，掌控心智同靈性世界嘅各個方法，其實同物質世界一樣，係固定而且唔會有失誤。因此，如果想獲得想要嘅成果，就必須要了解背後嘅法則，並且依之而行。當你正確地依循法則去做，就會毫無偏差地得到想要嘅結果。當你找到目標嘅時候，呢種感覺就好似你嘅心已經因為熱情而燃燒起嚟，你絕對會知道，而且並冇任何嘅懷疑。喺呢個時候，保持住你嘅信念同熱情，將佢化為行動，去實踐你嘅目標，並且保持住你嘅振動頻率，讓你想要嘅目標實現喺你面前。喺達成目標之前，中間過程一定會有啲挑戰，但係我哋只要勇敢面對，加上努力嘅行動，目標一定會得到實現。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你可以將自己嘅頻率提升到幾高，呢一個並沒有上限，因為你可以諗住美好嘅念頭，可以講出美好嘅話語，或者係採取美好嘅行動，呢啲都係冇上限。除咗透過提升頻率嚟轉化你自己嘅人生之外，你亦都可以提升其他人嘅生命。你嘅能量係正面嘅頻率，就好似石頭掉入去水入面產生嘅漣漪一樣，會散發出去，觸及我哋嘅地球，以及居住喺呢一度嘅每一個生命。當你嘅頻率提升得越高，你就會帶住成個世界一齊提升。呢一個就係所謂嘅生命影響生命。喺呢一個世界，並冇任何嘅人或者力量可以同你內在所擁有嘅力量相比。我哋需要揾出自己內在嘅力量，因為佢知道對你嚟講係最完美嘅道路。當你尋求到自身嘅內在力量，你就冇必要再向外求，與自我內在力量連結，並且專注喺呢一方面，透過我哋身心靈去堅守我哋需要嘅目標，透過我哋自己去揾出最完美嘅道路，實現我哋嘅目標同理想。請相信自己同肯定自己嘅內在力量。祝福大家早日願望成真。如果你正喺度感受到壓力，你就冇辦法為自己帶來你想要嘅事物。壓力或者緊張係你必須從你嘅系統中移除，你必須讓壓力離開。呢一個係你可以為你自己帶來想要事物嘅唯一方法。壓力嘅情緒傳達嘅信息係強而有力，呢股壓力會讓你同自己講，你仲未擁有你想要嘅事物，而讓你感到壓力或者緊張，全部都係因為你缺乏信心。因此，想要將佢移除，你要做到就係增加你嘅自信心，而信心可以為你增強內在力量，讓你同你嘅目標距離逐漸拉近。信心係相信美好嘅事物，而恐懼則會將你嘅信心放喺唔好嘅事物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每一日都會面對唔同嘅人事物，例如喺你工作上，每一日當你充滿信心嘅時候，你就會覺得自己好有力量，所有工作對你嚟講都係輕而易舉，而且可以輕鬆完成。相反，如果你工作嘅時候都係充滿住恐懼，你就會覺得所有工作對你嚟講都係一種挑戰，每一個工作對你嚟講都非常困難，令你需要耗費好多心力或者時間先至可以完成工作。由此可見，信心將會為我哋帶來更加多美好嘅事物，而恐懼只會為我哋帶來更加多嘅挑戰。無論你想將任何事物帶進自己嘅人生，都一定要先付出呢一樣嘢。例如你想要愛，你就應該要先付出愛；你想獲得感恩，咁你就應該要先懂得感恩；你想要被理解，咁就要先理解別人；
你想要喜悅同快樂，咁你就先要為別人帶來喜悅同快樂。每一日你都有能力付出好多嘅愛、感恩、理解同快樂俾其他人。當你學懂付出嘅時候，你嘅收穫將會係更多。祝福大家有豐盛美好嘅人生。喺你的力量以及如何運作呢本著作入面提到，當你已經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一天告訴自己1000次我會做到，最好嘅道路就會好快展開，而你將擁有你渴望嘅機會。聽到呢一度，可能你覺得呢一個方法只係為自己洗腦。冇錯，我哋的而且確需要咁樣做。除咗係洗腦之外，我哋仲要為自己加強肯定，俾充足嘅信心自己。當你有足夠嘅信心，就有力量為自己拓展新嘅道路，向自己嘅目標實踐並且邁進，讓吸引力法則幫助你吸引更加多嘅機會去到你嘅身邊，加速願望達成。請大家絕對唔好俾自己每一日都冇尋找到好嘅事物，冇去感覺自己內在嘅美好，冇讚美、冇感謝、冇祝福同埋感恩嘅情況下去過活。請你讓呢一件事成為你一生嘅承諾，而你將會對發生喺你生命中嘅一切產生全然嘅敬畏。當你每一日過住嘅生活都係充滿美好、讚美、感謝、祝福以及去感恩嘅時候，你會讚嘆呢個世界充滿住美好同豐盛。吸引力法則會為你提供更加多讓你感覺到讚嘆嘅事情發生喺你嘅身上。當你嘅生命出現重大變化嘅時候，佢迫使你改變方向。有時候新嘅道路並不容易走，但你可以確信新嘅道路會俾你壯麗嘅風景。你可以確定嘅係，新嘅道路包含咗呢啲如果你唔走就唔會經歷嘅事。當我哋回頭望返過去發生負面嘅事，通常就會明白，事實上佢轉化咗我哋嘅人生。我哋睇見呢一個事件係如何引導我哋走向一個我哋唔會為咗任何事改變嘅人生。因此，當我哋面對轉變嘅時候，只需要勇敢地面對，跨過所有嘅挑戰。當你完成所有挑戰嘅時候，就會為呢個轉變而感到讚嘆。多謝大家收聽，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